觀眾生業緣品第三。爾時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問地藏菩薩言：聖者，閻浮眾生造業差別，所受報應其是云何？地藏答言：千萬世界乃及國土，或有地獄，或無地獄；或有女人，或無女人；或有佛法，或無佛法，乃至聲聞、辟支佛，亦復如是。非但地獄罪報一等。摩耶夫人重白菩薩：且願聞於閻浮罪報所感惡趣。地藏答言：聖母，唯願受聽我粗說之。佛母白言：願聖者說。爾時地藏菩薩白聖母言：南閻浮提罪報名號如是。若有眾生不孝父母或致殺害，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，求出無期。若有眾生出佛身血，毀謗三寶，不敬尊經，亦當墮於無間地獄千萬億劫，求出無期。若有眾生侵損常住，玷污僧尼，或騎男內恣行淫欲，或殺或害，如是等輩，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，求出無期。若有眾生偽作沙門，心非沙門，破用常住，欺誑白衣，違背戒律，種種造惡，如是等輩，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，求出無期。若有眾生偷竊常住財物穀米、飲食衣服，乃至一物不與取者，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，求出無期。地藏白言：聖母，若有眾生作如是罪，當墮五無間地獄，求暫停苦，一念不得。摩耶夫人重白地藏菩薩言：云何名為無間地獄？地藏白言：聖母，諸有地獄，在大鐵圍山之內，其大地獄有18所，次有500，名號各別；次有1,00000，名字亦別。無間獄者，其獄城周匝8萬餘里，其城純鐵，高1萬里，城上火炬，少有空缺。其獄城中諸獄相連，名號各別。獨有一獄，名曰無間，其獄周匝18000里，獄牆高1000里，悉是鐵圍，上火設下，下火設上，鐵蛇鐵狗，吐火持續。獄牆之上，東西移走。獄中有床，遍滿萬里，一人受罪，自見其身，遍臥滿床。千萬人受罪，亦各自見身滿床上。眾業所感，獲報如是。有諸罪人備受眾苦。千百夜叉及以惡鬼，口牙如劍，眼如電光，手伏銅爪，拖曳罪人。復有夜叉執大鐵戟，中罪人身，或中口鼻，或中腹背，拋空翻接，或至床上。復有鐵鷹啖罪人目，復有鐵蛇繞罪人頸。八支節內釋下長釘，白屑耕泥，抽長錯斬，羊銅灌口，熱鐵纏身。萬死千生，業感如是，動經億劫，求出無期。此界壞時，寄生他界，他界次壞，轉寄他方，他方壞時，輾轉相寄。此界成後，或復而來，無間罪報，其是如是。又五是業感，故稱無間。何等為五？一者，日夜受罪，以致劫數無時間絕，故稱無間。二者，一人亦滿，多人亦滿，故稱無間。三者，罪器叉棒，鷹蛇狼犬，堆磨具作，錯着鑊湯，鐵網鐵繩，鐵驢鐵馬，生革落手，熱鐵澆身，飢吞鐵丸，喝飲鐵汁，從年境劫，數那由他，苦楚相連，根無間斷，故稱無間。四者，不問男子女人，江湖兒敵，老幼貴賤，或龍或神，或天或鬼，罪行行業，悉同受之，故稱無間。五者，若墮此獄，從初入時至8000劫，
一日一夜，萬死萬生，求一念間暫住不得。除非業盡，方得受身。以此連綿，故稱無間。地藏菩薩白聖母言：無間地獄粗說如是。若廣說地獄罪器等名及諸苦事，一劫之中求說不盡。摩耶夫人聞已，憂愁合掌，頂禮而退。